向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嘅节目，我係钟意群阿群妹。好，今日嘅节目当中，好來一位大來賓。佢唔但唱會唱歌誒，還個會寫歌誒，又會作詞，還個又得到2009年這個傳藝類的這個是我們的傳統歌樂專輯獎。真嘅係當無簡單，韓國佢也很愛留下傳統嘅山歌啊，然後佢慢慢的一步一步來創新，本佢加入呀流行嘅音樂，韓國就也清新嘅歌曲，很多客家妹子一下就來彈看啦。客家妹子。后果上，上有山水书正强，祖先的赤壁用心来创，传人文化太大堂，祖先留指南笔呀，用心留创传永本留法，太家留堂南。上有山水树专强，祖先嘅纸笔用心来创，传扬文化太家堂，传扬文化太家堂。客家妹子一等獎，接下來你就來分享一等獎嘅鳳珠姐分享。阿群妹好。各位鄉親朋友，大家好，我係鳳珠姐。哇，鳳珠姐當歡喜看到我，我要當歡喜看到你呢。看到你來，你福喜來嘅節目，同大家來分享日擺嘅전시，錯冇？剛剛這首歌曲，客家妹子也太朗朗上口了吧？客家妹子哈，細人都會唱哦。真嘅哈，係啊，聽講四歲孫嘅就會唱嚟，對不對？係會唱哦。細聲細聲啊，就突然唱客家妹子。客家妹子，聽講老爸爸嚇一跳。係啊，結果我會轉去帶音樂轉來嗬，就會唱兩句啊。這樣帶音樂就會。係啊係啊，很強。古時候呀，客家妹子啊，這個曲風彈起來啊，同頭擺啲傳統嘅山歌冇共樣哦，韓國地圖on韓家嘅這個山歌子的唱法，對不對？係啊。同大家了解一下，呀客家妹子它的曲風大概是怎麼樣？其實咧客家妹子嘅曲風哈，就是流行舞曲，本體家做得統一來。對，你做得像你客家鄉親啊哈，以前啊，我感覺青朵用你太六個小蘋果，大家嘅跳舞。你是我的小呀小蘋果，係啊，幼稚園滿那全部都給跳啲嘅唱。有其實還是本來相當啊，我做一首你客家人做得跳舞嘅歌來，係啊係我聽一首吃看啊。
有达到那个你知道可以朗朗上口的那种程度，对不对？韩国其实也把转系叫做凤珠姐山歌山歌行韵，嘿，呀，底部的大树歌曲啊，其实都有3种唱法。我们讲一歌3唱，很多歌曲都有3种歌曲，尤其是像这个客家妹子，它也有3种唱法，对不对？其实你客家嘅歌詞哈，本來就有3種唱法哈，3太跳就3種咧哈，加你條哈你彈嘅哈流行曲風哈就4種。哇，鼓手呀底度啊，嘿唔嘿有一歌3唱，一鸭3吃，不是啦，一歌3唱的这种概念。客家妹子一歌3唱，客家妹子一歌3唱，但是有非常多歌曲其实都有2种唱法，对不对？最基本。基本呢是有，因为乐山歌哈，我冇唱出来做示范啦，是平板老3個字，平板老3個字，做得堂都冇 Q 用的唱法，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跟比较，对不对？因为 Q 用的词，唱出我们这个比较偏小调式的3個字，还有就是音乐声音比较大调、比较明朗的这个平板，做得两种冇 Q 用的音乐 Q 下来做比较，对不对？韩国其实虽然黑3個字然后平板。你们可能觉得3個字然后平板就会按的呀，就是传统的我们一些咚咚咚、锵锵锵那些传统的锣鼓，但是亚白的编曲同传统的没完全冇共用哦。亚白的你客家3個哈，融入世界風格的音樂。世界風格係乜嘅意思啊？你世界風格你看底部有拉丁三把，有巴薩諾瓦，還有歐洲手風琴，對，青多種。还有一些打击乐的部分，对不对？对，所以赶一按斗的曲风，其实我觉得蛮难的耶。因为我想到讲按用来创作其实你爱创作什么？一位先生哈，陈忠义老师，因为佢对音乐其实好专业啦，你就唱歌添咩？不过我嘅想法留佢共樣哈，我希望講你客家3個做得舞起來，做得帶動本撇出拳一嚟希望，韓國你嘅後生人。真嘅，你後生人你喺東東框啊，121哈，可能佢彈到其實無中意彈，你喺講用力啊，樣嘢咧，很好聽的前奏，很不一樣的前奏。冇聽錯，其實我都做了，好似你嘅3個。韓國冇聽錯啊，國外的朋友，可能我們南美洲的朋友，聽到這個很熟悉的拉丁的旋律，有沒有？跳舞跳跳就，怎麼是客家山歌的歌詞？好特別哦！這是一種新的火花的碰撞。也是啦，對不對？所以其實很不容易。剛剛Annie談到嘅客家妹子沒共用，它就是山歌子結合呀流行的音樂呀電子編曲這個音樂，而且我覺得它的歌詞很特別。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客家妹子也是歌嘅歌詞。歌詞哈，客家妹子一定講你客家妹子哈要講係講在哪呢？美片，講內在美，內在係哪一定講，權欠內羅有優良，鼓手啊，你看呀，就會真的就是我覺得是鳳珠姐的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描述，有沒有？一定講權欠內羅有優良，韓國3個要衝的好。係啊，天意堂呢是這個講客家妹子好過上，因為你頭擺劉三妹傳下來係咩？客家妹要懂得唱歌哈，好過上。佢嘅聲哈，陰山水數位轉強哦，跟老人家談到飯後生啦，哇，做得飯後生就錯咧。鼓手太太就都在看到後，其實鳳珠姐嘅個轉戲是很精彩的，而且唔單唱亞種轉戲聽聽，其實頭前已經發韓國動作轉戲未錯冇？我亞種算起來是第5種，我第一種哈就流行歌曲。上來按照金線曲哈，是條班人唱歌翻唱的，對，我們講 cover 版，人講後水歌啦，翻唱的。第3種又係按照黃鳳珠嘅山歌戲。黃鳳珠嘅山歌戲咪係得到這個我們的傳藝金曲獎的，係2009年哈得到獎誒。
嘞，很强哦。鼓手亚种转型又跳脱之前的模式了。嘿，对，亚种转型吼。我希望做得带通後生嘅韓國愛族群嘅朋友，大家來欣賞呢個客家山歌。嘿，冇錯。韓國啊，亞種轉型其實還有搭配這一本書，還是可以搭配。但是這本書它是，我覺得它已經精緻到是一個工具書的內容了。我等下再要同大家來分享屬地度有乜解。我反過去啊，我都發現，佢大數歌曲順風都寫。王鳳珠除了寫詞之外，超厲害的。寫詞旁邊還有一個叫做邊腔，到底邊腔是什麼意思啊？邊腔是講愛唱出嚟嘅腔，嚇因為山歌各人唱各人腔，至少愛老愛唱嘅腔嚇流傳下來，係寫下來。對，按樣嘅意思。鼓手呀，就係你山歌當精彩嘅素材，鳳珠姐完全不藏私哦，今日愛同大家來分享，當到無去用佢用心唱嘅按當年，下嘅按當年，他把他的唱法一個音符一個音符的下下來，愛同大家來分享。鼓手到底這本工具書愛用嘅用咯，先休息一下，等下再過來同大家分享哦。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嘅節目，我係朱一群阿群妹。今日嘅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紹介係鳳珠姐的山歌新韻，家嘅專輯，韓國家嘅一本工具書。那剛剛有講到一大數歌曲，除咗係鳳珠姐佢自家寫嘅詞以外，那我佢還有變腔。睇下就第一傳統嘅山歌吼，講好唱也好唱，講難唱其實真嘅都難唱。對不對？好像這個旋律大家很熟悉，但是愛講是愛咬章，這種的唱出韻愛準的山歌，韻愛講啦，韻愛講，係，你愛唱出客家嘅特色就是韻味愛做講，哈，你愛做講嘅話，韻味咬絲。愛咬一張，咬絲愛先咬章，係咬絲一定愛咬章，愛親會講客家話，親會講客家話，當做地會唱客家山歌。係，比如講露頭擺嘅人講，哎呀，阿喬媽，你有冇按講？唱來天上大呢，哈，呢山歌特色地位都超有按樣嘅特色。原來係按呢，也係很刺眼的天上，對不對？係啊，你睇但係唔曉講客話嘅話，尤其係外族群咧，哈，佢唔識彈過客家話，佢來學山歌超級困難，很吃力。係，所以講你下山歌唱當好啊，全部考露頭擺露人家，懂會講下，懂會講下。不過我知道有這本工具書啊。它其實是很容易學你嘅客家山歌嘅呢，因為它把簡譜都寫上去。我相信各位觀眾朋友應該大部分都會看簡譜。那個小學生在學直笛的時候，都已經有開始看簡譜了，應該都會。畢竟跟我們來看鳳珠姐，現在直接就是鳳珠姐的山歌教唱，福氣來了班開課，好不好？你看客家人亞數歌曲，客家人係嘛？嘿，客家人亞數歌曲，他這邊寫。一年四季，好，我們一年四季烘做廠，松樹大兵事業強，三十二行數本分，系統八塔好棟梁，好，先到鴉片哈，這前面一年四季啊，上面已經幫你寫好了，嘿，寫好嘞，譜尾打落去嘞哈，對，鳳珠姐虛字的運用，對，虛字。哦，真的，虛字我頭擺有堂那個山歌老師講，做嘛該當重要呢？因為做唔得亂用啊。係啊，虛字你係講歸屬歌我留，該是冇嘛該咪頭咧哈。你看一年哦，四季哦，四季哦。你看頭擺人講法就係，所以講一年哦，四哪季呀？哎呀，哦，我知道了，鳳珠姐，你唱歌，我幫你唱簡譜，好不好？這樣子大家就知道這個是怎麼樣運用的。哦，你唱簡譜了。好，我唱簡譜，好，預備起。一年咯，西南
很容易的搭配啊，就可以。所以讲你啊，哈，本你上爱学山歌的人，超唔点用版转运哈，嘿给你啊看你啊，至少学风族记的强运，学得到。先学一种，然后顺便老客家话学起来。嘿。对不对？这样才有办法，从韩卡都可以演你的客家的传统山歌。韩歌唔单枪有山歌字的版本，其实平板的版本也有，对不对？平板没有，平板没有，平板哈，你还有冇通用哦？哈，平板是大调。好，我们观众朋友转换一下心态，我们来听一下大调版本的这个平板。对啊，平板一年哦，西南。贵哦！哇，哈，有冇共用，冇共用的感觉。系啊，哎，你有听到嘛？呀，平板的唱法温柔婉约，啊，然后头先嘅潇洒的感觉就冇嘛不太一样。对，山歌子就是听起来比较帅帅的，帅的。对，比较潇洒。然后平板就是感觉是我们看像你传统客家 HQ 有没有那个小旦在唱的那种感觉，温柔婉约。你的平板有千多种唱法哦，哈，像希旁档有酷丹，有老生，佢就唱嘅全部冇共用嘅韵味。对，好不容易，其实凤珠姐我觉得她对要的传统的山歌啊、小跳啊，全部都研究懂到，唔过谈讲啊。就像佢按腔的哦，亚种专辑其实没花动到时间啲嘅准备，对不对？亚种专辑哈，本来我就慢慢写歌词哈，我歌词上多是写啦，写歌词可能有1-2年的时间，结果就认识到陈忠义老师哈，佢最后的本来当好的机会是讲用你嘅山歌哈。用来新编的方式，唱出新韵，本来后生人共用的方式，风格冇共用，本后生人哈，冇出爱出球的人啊哈，来学习，对不对？来了解，故说亚种专辑对凤珠姐来讲，吃到老几大几多分，牛出按多种专辑。唔过亚种专辑哈，我本期。按人们讲100分来讲，100分来讲，90分，90分，嘿，哇！可是感觉不是很满意耶，为什么？因为我后两种专辑的时间哈，有点困难，音乐风格冇共用，对，你唱的味道就冇共用，真嘅，你老头摆个琴上打，你做唔得琴按错，哈，你就比如讲你哈用打击乐，嘿，打击乐，打击咚很轻快，唱得跳土风舞用，对。那你就有唱出土风舞的味道，但是没有失传统。你的山歌词哈，然后你的山歌的唱法跟韵味还很模式。因为你可能有赏是想要舔嗓的时候，但是它的打击乐的节奏很明显。懂脚啊？对。我感觉你专辑哈，把你的客家乡亲哈，做的好流行歌的一个踏板石，踏板哦，鼓手可能头摆唱传统歌曲呀哈，像讲汉摆，做嚟唱看那流行歌曲，可以慢慢的用那种转习来慢慢的练习，对不对？因为里面还有除了有这个凤珠姐示范的版本以外，还有卡拉版的，有，对不对？有山歌字平板都有卡拉，山歌字平板都有卡拉，而且还有不同的调。嘿，都得选七个男调女调都有适合唱的 key 来冲，对不对？好用心哦！所以这一个专辑里面总共有2片 CD， 一片 CD 里面有20几首歌，哎，是，对不对？对，包括音乐啦，对呀，包括我感觉哈，两种专辑我用到茶档，弹个伴奏带哈，4连茶，唔会吵人哦，一种音乐的欣赏的感觉，因为它有爵士乐，有森巴，有打击乐，还有抒情爵士。
欧洲手风琴，呀，就会一般可能你呀，现在数位电视很多台，那个后面都会有那个音乐台，有没有？那个音乐台有一些就会放一些国外风格的歌，这就像有那种音乐风格的感觉，对不对？有像是可能不用到查到，就算听那个伴唱，我们也很舒服，对不对？没懂后堂，韩国啊，其实吼，凤珠姐唔咩一侧都地给冲山歌，所以他唱山歌非常非常的厉害。但是唐公黑的牺牲唔使开始张开始学冲呀山歌。其实我妈妈係客家人，嚇，我客家話唔係千會講。我45歲嘅時節，讓開始學山歌，講客家話。哇！因為頭髮嘅生活嚇，在公司上班嚇，你面對嘅係國語老學咯，嚇，所以講我客家話唔係千會講，學了山歌樣。所以講，你學山歌做得傳承你嘅母語客家語嘅，錯冇？係呀。古時我當上我哋講頭擺對呀傳統山歌啊，沒有特別的研究，跟頭擺對傳統山歌嘅印象係乜嘅？我最大嘅印象嗬，就係我細細嘅時陣，我媽媽嗬，從學彈嘅收音機啊，收音機第八度就採查戲曲，cái戲劇裡第八度嗬。唱係咧，三太跳、老小跳，小調的譜幅，係，個做戲啊，嗬，唱尾有落山歌、山歌子、平板、小跳，佢哋一樣嘅結合起來嘅戲劇。唔講係唐鳳珠姐給唱歌嘅嗓音嘛，我覺得鳳珠姐駕馭小調真的駕馭得很好。你是哪個時節開始累積這種唱小調的基礎啊？小調哈，其實唔講小調。我唱小調，我第一首學過嘅就係呢客家小調，叫做瓜子演。瓜子演，我就去比賽。哦，第一擺比賽就拿冠軍。哇！我係親太嘅鼓勵呀，好厲害哦！還是想講，哎呀，我要做得唱歌啊，哈，可是親上盲唱啦，哈，不過我親好彈國語歌曲。國語歌曲沒懂好彈。頭擺嘅黃梅調。啊，這個就是很經典的小調啊。梁山伯祝英台，我做得去看假擺。哇，故說頭擺算是雖然沒有真正的去唱歌去練習，但是慢慢的是有累積的，對不對？故說你都呀哈，從歌裡面出來懂多種專輯，甚至呀哈沒出來工具書，也有在社區教你嘅客家歌也有什麼很多呀哈有吃到親感車嘅人係馬上哦。我一路行過來嗬，感謝人多咧，感謝當到貴人，行過青島國寶級嘅先生來指導嗬，比如講賴碧霞先生，還有李秋霞先生，兩個都是指標性的山歌老師。李秋霞先生係我啟蒙老師啦，賴碧霞先生呢，因為佢帶總郎嗬，我從我見面，我得到專輯獎嘅時節，佢很特別。做一張這個獎杯送給你，講座，使我動感通，賴碧霞先生，還有呢，感恩機會嗬，呢個機會萬人本來嘅呢，就吉祥公司嘅流動，佢冇機會本來出呢啲專輯，而你們冇機會可以得獎，真嘅，係嘛嚇？哇！也愛感謝馬上呢，還有製作人阮克勇老師，阮克勇老師佢對製作唱片哈非常嘅用心，真嘅，佢對聲音各方面哈，佢係處女座嘅啦。要求很高，對不對？要求完美。古時候大眾專輯全部就會鳳珠姐懂用心，韓國所有嘅觀眾演員懂用心，然後佢吹出來嘅。古時候大家聽出二來支持這個鳳珠姐的山歌幸運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同大家分享。客家
哦，山歌文化好传扬，冇错。也就同一本书一种专辑会出来的意思系同样的。家下嘅词，所以大家简单的同大家讲一下，系乜嘅意思冇？我感覺咧，山歌嘅自古以來嘅風情啊，嚇，啲客家人強欠奶咯，就是特色，冇錯。所以講，祖先嘅智慧，啲愛感恩，啲薪火相傳，一天我哋叫做傳下去嚇，你係天熱團係應該啦嚇。過來，啲客家文化真優美嘅，客家文化包括青苔啊，啲食衣住行地輩都嘅文化、生活文化，全部都有。山歌咩唱得出，啲地輩頭擺嘅成分用嘅所以講，你下大跳小跳啊，係人人都會唱，啲就顯揚啲嘅母語是最好嘅方式。嘿，冇錯，愛先用母語，愛學習母語。其實第一鳳珠姐，人嘅熟地度咩做得來學母語哦，做得好，對不對？呀，地位是真的是一本工具書，還有這個羅馬拼音的搞好，咁嘛，該想愛來加呀鋪分這個內容。呢一部分當用是咩係陳忠義老師佢因為霹靂出強，我是後生人，唔曉講客家話。而來學山歌嘅話有困難，所以講佢就請先生專業先生來編呢羅馬拼音，本大家做得朗朗上口。對，因為我先唱，我唱客家歌嘅客家山歌，就愛先學我啲客家話。故所以客家話嘅部分真見當重要，你看到一詞，就啲講山歌嘅韻應該按用嘅來做，對不對？天天嚟來學習。對，故所鳳珠姐真的是很用心出嚟一本書，韓國一種專輯，韓國其實佢也認真嘅態度係。不管是什麼環節，都會強用按認真，尤其係練唱歌嘅時節。練唱歌哈。韓國練唱歌嘅時節，鳳珠姐對自己要求很嚴格我做對老大家分享哈，我用幫人練唱歌。我當初練唱歌嘅時候，仍然做得唱2-3點鐘叫練唱哦。韓國呢，我唱歌嘅時節哈，我老自家唱啊溜起來。對，溜起來自家彈看啊，那得不有唔好嘅為什麼？呢係我練唱歌嘅方式。韓國去比賽，比如講，我有一隻原則就講，我愛去那位比賽，我立下出開始。比如講盲人嘅，那得嘅比賽，1年前就開始了練習。我就用心，留佢嘅歌詞考慮好來，留佢練好來，你當初當日練過。當日來練按個歌詞。哇，真係係台當3分鐘，台下10年歌。有樣哦，真係有樣嘅你唱冇？韓國我呀數紅拿燈啊，這個是鳳珠姐練唱歌你的筆記對不對？嘿，你按認真你看鴉片又有打勾，又有畫星星，還有寫快慢快慢。你歌詞係比如講我寫嘅山歌我用簡譜然後佢記錄下來。對，記錄下來，因為你要出唱片嘅時節，配乜嘅風格，而現音樂嗱配歌詞當重要喎。對，比如講你歌詞係苦情嘅，而配就快節奏嘅，所以講當初我練唱嘅時節我就做記錄啦。係唔係？是不是每個練唱的環節有沒有壓，還要把它用紅筆圈起來？係壓後堂，也係用慢壓後堂，你要改進。哦，自己愛記錄下來。所以鳳珠姐也係當做嚟整理出按好用嘅這個工具書，愛同大家來分享。唔過雖然鳳珠姐出嚟動到種專輯吧，聽講有一種係唔清好嘅，我最愛嘅。係哪一種呢？就藝術上嗰種啦。其實我也很喜歡這一張。鳳珠姐嘅客家歌。對，鳳珠姐嘅客家歌，因為講我懂，好，我先講我這個聽過的人嘅感想好誒，我知道亞迪度嘅山歌啊，其實佢用當到傳統的國樂，像很多裡面有非常多不同的樂器，我覺得讓我聽到感受非常深刻的是迪度嘅凱丹歌。
凯丹枸杞用懂得不一样、很丰富的国乐器，然后把老师的声音全部衬托出来。因为我知道，其实凤珠姐你的嗓音懂 U， 然后很婉约、很婉转，然后把这条转音全部就转到懂后堂。我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我有一点点像在听中国的昆曲。哦，哎呀，谢谢你，真的，安慰我喏。真嘅。你也专心爱这家哈，爱讲你要懂中医，因为用完中医呢，因为花千多钱才两种专心。因为第一度你看啊，又有这个什么曲笛、高音唢呐、中音唢呐、笙、琵琶、扬琴、古筝，全部现场 live， 还是 live 录音的。是的。哇，所以讲，唱了我是要花几多钱，拍架手笛。对，所以讲，你係我理想啦，因為我得到嗰種專輯，2009年嘅黃鳳珠嘅客家山歌戲，嗰種專輯得獎以後呢，我就有想講，留喺呢嘅客家山歌嗬，音樂較精緻化，所以講我要唱國樂時來讓我編曲，做出我嘅理想。对，韩歌啊，各位觀眾朋友，假使想愛聽到鳳珠姐的山歌，根本有福嘅，你福起來又愛來送東西了，是愛來你福起來嘅粉絲專頁這一篇文章帶下留言講，鳳珠姐根本替所唱嘅歌曲。黑马街，黑那个很轻快的那一首啊，哈，他敢为自己登奖，好吧，我已经透露了，对不对？故事给我们什么凤珠姐了，在你节目现场，谢谢凤珠姐。什么阿群妹？故事太感没有了，支持这个凤珠姐山歌，谢谢大家收看，等一下就听听运通欣赏来做运通了。